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Prince，我係 Mia。首先睇返今集嘅個案，投訴人嘅丈夫喺2018年嘅時候購買咗一張人壽保單，而喺投保申請書上面申報嘅一切都係健康嘅，所以咧保險公司就以標準嘅保費接受咗申請。2年之後，投訴人嘅丈夫因腦出血咧就逝世，所以咧就向保險公司申請咗索償。而保險公司喺調查索償期間，發現丈夫喺2012年嘅內地醫院進行過 CT 嘅檢查，報告顯示雙腎有多處囊性改變，而醫生亦建議丈夫進行高劑量嘅 CT 檢查，但係丈夫喺投保申請書上面並冇提及有關嘅資料，而有關嘅資料對保險公司嘅核保決定有住重大嘅影響。所以保險公司對於投訴人提交嘅死亡索償申請拒絕賠償。投訴人於是乎提出咗上訴，仲提交咗腎內科專科醫生嘅信。信入邊咧就提及到丈夫係冇多囊腎病嘅陽性家族史，而 CT 嘅結果同孤立單純性腎囊腫相符，係臨床冇重要性。但係因為腎內科專科醫生咧就唔係丈夫當時2012年嘅主診醫生嚟嘅，所以咧保險公司咧就認為佢嘅意見咧或者未能夠反映當時健康嘅真實性同埋完整性，所以咧就維持咗拒賠嘅決定。於是乎，投訴人就向保險投訴局申請咗上訴。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投訴嘅結果成唔成功？投訴結果係唔成功㗎，咁關鍵咧就係重要事實。其實重要事實係點樣㗎？投訴委員會喺審閱晒所有嘅資料之後，發現丈夫嘅死因係腦動脈瘤，同多囊腎病係相關嘅。如果丈夫喺投保嘅時候有披露2012年檢查時發現嘅多囊性變化，又或者曾經被建議進一步接受高劑量 CT 檢查嘅資料，保險公司嘅核保決定必定會有所唔同，亦都會要求丈夫作進一步嘅檢查，以確定囊腫嘅性質同埋分佈。由於冇披露嘅病歷資料屬於重要事實，會影響到保險公司作出公平同埋準確嘅投保決定，所以投訴委員會係支持保險公司以冇披露重要事實為理由，拒絕理賠呢一次嘅死亡索償。投訴委員會指出，保險合約係建基於信任，投保人係有責任去披露所有嘅事實，此為最高誠信原則。如果唔確定邊啲事實係咪重要，最好如實披露為佳。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關於最高誠信原則嘅資訊，歡迎 inbox 留言俾我哋。好啦，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講到呢度，下集見，拜拜。